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2017年10月1日舉行獨立公投，更單方面宣布獨立建國，轟動全球。西班牙點樣應對國家分裂危機呢？其他西方國家對分離主義又點樣表態？當日公投表決議題只有一個：你想加泰羅尼亞以共和國形式成為獨立國家嗎？雖然結果有90%投票選民贊成，但投票率只有43%。時任西班牙副首相德聖瑪麗亞形容公投係沒有任何意義的鬧劇。事實上，公投舉行前已被西班牙憲法法院裁定違憲，被勒令禁止。當局更調動大批警力阻止違法投票進行。國王菲利普六世批評公投組織者對國家缺乏忠誠。不過加泰議會無視禁令，更響同月27日宣布獨立。西班牙中央政府引用憲法第155條，解散自治政府並接管加泰地區。多名公投發起人涉煽動叛亂罪被通緝。4個月之後，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9名家獨領袖煽動叛亂、濫用公款等罪成，判監9至13年。法官判詞狠批被告明明知道公投建國是不可能的幻想，仍試圖用謊言來煽動人心。值得注意嘅係，公投獨立投票結果並冇獲國際社會承認。美國強調加泰羅尼亞係西班牙領土嘅一部分。歐盟認定西班牙中央政府先係歐盟唯一嘅對話夥伴。法國以及德國亦認同西班牙中央政府依法接管加泰。加泰嘅例子說明咗，響西方國家眼中，地方政府搞獨立即被視為分裂國家，對分離主義係零容忍。